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45节，创世纪37章第5节到11节，马太福音第16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神迹。不久之前，我们也分享过相同的主题——神迹。是的，我们都知道，神迹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是非常重要的。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群基督徒，而且是非基督徒，而且是非常虔诚的民间宗教信徒的时候，神迹就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手段，让他们能够一下子就感受到上帝的权柄。神迹我们称为 miracle， 圣经也翻译为 sign， 就是一个能够代表上帝的象征。看到的神迹奇事就能够动之看不见的上帝，透过神迹确定知道上帝的能力，来明白上帝的存在、同在以及恩典。或者我们更应该去思考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。特别是当神迹出现的时候，基督徒应当去思考的是，这是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？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？例如，牧师最喜欢说的神迹之一——五饼二鱼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除了非常典型的解释耶稣能够在无中生有，在祝祷之后，5饼2鱼就变成可以喂养5000人，我们说现场超过2万人，并且剩下的12笼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过去可能还会再强调奉献的心志。小男孩将自己所有的小小的点心奉献出来了，然后他自己就没有东西了。牧师喜欢借此来提醒兄姐人的自私。牧师相信现场的人应该不只是小男孩有带5饼2鱼，应该是这么说，小孩子他不会自己预备餐点，那么我们要问他的父母呢？现场真的只有这个小孩子或是他的妈妈懂得预备食物在身边吗？那为什么只有小男孩拿出来呢？大家的心态是什么？不就是说，万一我拿出来，我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？有没有可能性是小男孩他抛砖引玉，然后在耶稣基督的助导之下，众人就被改变自私的心？人的生命被改变，不就是最大的神迹吗？另外，牧师还喜欢强调这5饼2鱼当中的信心的功课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的是门徒，他们因为没有信心，就打断了耶稣基督，并且表明要大家解散为自己安排吃的。但是耶稣基督却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。”还有所有的人，他们过于担心，我拿出来之后就没剩了。自私的心通常源自于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不知道耶稣基督可以使人得到满足。约瑟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，我们也可以说他的生命有非常特别的韧性。他被卖为奴，被主人重用，又因为拒绝诱惑被祖母给陷害，被下在监狱里替
同被关在监狱里的2个人解梦，却被遗忘。后来因为帮忙法老解梦而得到法老的满意，然后就被拔擢成为埃及的宰相。上帝给他的恩赐就是看见异象，因为透过梦境，他可以了解上帝的旨意和计划。也因为如此，他才有机会被拔擢担任埃及的宰相。梦境、异象能够成真，是上帝的能力与恩典透过这样的神迹来显现的。但是这当中仍然有信心的功课啊。约瑟必须相信这梦境是上帝的启示，就如同但以理他也一样啊，必须面对上帝有信心才能去解梦。刚刚牧师所提到的约瑟有上帝的恩赐，这个时候的梦境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一个记号，一个象征，一个圣经神迹，如同耶稣基督告诉跟随他的人所说的。我们先来看看约瑟的梦境。有一次约瑟做了一个梦，他把这梦告诉哥哥们，他们就更恨他。他说，让我把我做的梦告诉你们。我们都在田里捆麦子，我所捆的麦捆立起来，笔直的站着，你们的麦捆都围着我的麦捆下拜。哥哥问他说，你想做我们的王，统治我们吗？由于约瑟把自己的梦说给了哥哥们听，他们就比从前更恨他。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，他在告诉哥哥们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我看见太阳、月亮和11颗星星都向我下拜。约瑟也把这个梦告诉父亲，父亲就责备他说，这算什么梦呢？我想你母亲、哥哥们和我都要向你下拜了吗？约瑟的哥哥们非常嫉妒他，他父亲却一直想着这件事情，就连他的父母亲都无法相信了，了解、接受约瑟所看见的梦境当中的象征。当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，经常按照人们的需要、信心的强度，根据他的旨意来成就新神迹。但是一般喜欢看热闹的人，因为听说而来的人，或许是想要找麻烦的人，如同法利赛人，他们并不了解，因此只想要看神迹。圣经记载耶稣基督与他们的对话，有几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见耶稣，想陷害他，所以要求他显个神迹，证明他所做的是出于上帝。耶稣说，傍晚你们说明天一定会晴天，因为天边有红霞。早晨你们说今天会有风雨，因为天色暗红。你们何为观察天色，却不洞察这个时代的象征？这时代的人竟然那么的邪恶淫乱，你们要求神迹，除了原来的神迹，你们再也看不到其他的神迹了。耶稣说完就离开他们走了，只有约拿神迹，就别无神迹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样的象征意义？难道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就都不是神迹吗？这就好像牧师在解释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，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其中的意义。相同的
记载也发生在马太福音12章38到45节。耶稣基督非常明白地指出，约拿3天3日在大鱼的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天3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之后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到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这个神迹所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恩典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没有别的神迹了。这个神迹所象征的就是上帝这么的爱世人，将独生子赐给了世人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你们要感谢上主，宣扬他的伟大，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。你们要歌唱颂赞他，要述说他所做的奇妙的事。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，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。要向上主求帮助，要时常敬拜他。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他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，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。上主使他们的国家遭遇饥荒，断绝了他们的粮食，但他差遣约瑟替他们先做准备。约瑟被卖为奴，他的双脚被脚镣扣着，脖子带着铁的解锁，直到他所预言的事实现。上主的话证明了他的真实。于是埃及王下令恢复他的自由，统治列国的王把他释放了，委派他掌管事务，让他治理全国，给他管辖大臣，赐给他指导元老的权柄。要赞美上主，求主让我们明白真神迹的意义，不要追求神迹以外，能够领受神迹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。要亲近上帝，要感谢、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